後來繼續來看這件受這個民眾到桃園的石門水庫坐觀光遊艇，結果船隻來靠搭，但是業者第一時間並無要求乘客愛穿救生衣。另外，遊客佫發現講，把救生衣的鎖啊已經脆化，甚至斷去，根本無法度把救生衣正常來固定。加在最後無發生意外，但是有不少遊客已經着青驚。主管機關交通部航港局早起到場會勘，講會喺1個月內完成普查。若發現有船隻設備無完善，會要求停航。遇到危險這樣怎麼辦？對。遊客煩惱真正無心情通坐船遊湖，因為身軀真正船頭家提供救生衣破破爛爛。本來救生衣愛用這尼龍鎖啊，穿過空保護好勢，抑過真濟鎖啊已經要斷啊。好民眾煩惱講，迄若真正落落水，救生衣恐驚無法度發揮作用。有人設備補起桃園出名的景點石門水庫坐遊艇，當時這台船有偏離航道調2擺。業者當時佫無馬上要求人客穿救生衣，一直到人客主動要求了，才提出這個救生衣。不過不是歹去，就是綁袂牢，遊的過程想到會驚，事後甲議員訂正。救生裝備發生狀況，形同虛設，無用武之地，猶如置遊客的生命安全於不顧。我們也將該船的船長做一個停航的一個動作。那我們在航道上，我們都盡量來做一個浮球的標誌，然後在救生衣上面，我們會要求全面的一個檢驗，不堪用我們立即做一個更換。船隻的監理主管機關交通部航港局早起嘛去現場會勘，強調講會佇1個月內完成水庫內所有載客小船的全面的普查，同時確認救生設備的情形。若是有發現船舶設備無完善，會要求船方隨停航。有關船隻營業，這是從政府的管的，航港局會同步協請通知政府督導業者改善，袂過好遊客坐船遊湖了後，愛擱去受驚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